焦慮唔單止係一個簡單嘅心理問題，佢可能都係你攞嚟逃避現實嘅一個藉口。佢看似對外部環境嘅一種反應，實際上可能係我哋自己內心深處為自己構建嘅一道保護牆。你匿喺呢埲牆嘅後邊，避免直接去面對嗰啲令你感到困難、壓力或者恐懼嘅現實問題。佢係咩呢？就係捲又捲唔喐，攤又攤唔平，充滿咗呢種深深嘅無力感。講白啲，焦慮嘅本質係咩呢？焦慮就係對自己無能嘅憤怒。你越係焦慮，你越係逃避。到底焦慮係點嚟嘅呢？好有可能係你太得閒，亦有可能係你太忙引起嘅，都有可能被人逼出嚟嘅，或同人比較而產生嘅。例如睇到人哋靚過你，睇到人哋叻過你，有錢過你等等，自己卻無所事事，無能為力，做乜都唔成功，呢啲都會帶俾你好多困擾。一個人失敗嘅事都會焦慮㗎，因為呢個時候佢會好攰、好擔憂，甚至乎失眠、冇晒士氣，乜都做唔成。你嘅潛意識會俾你感覺到你係做唔到㗎。焦慮都係因為能力同野心唔對稱，當能力達唔到你嘅野心，人就會焦慮啦。因為你個野心同夢想太大啦，但本身嘅現實能力同實力又不足以支撐，於是就會困惑、會焦慮。如何擺脫焦慮？焦慮嘅本質係你害怕面對可能會失敗嘅事實而做出嘅一個選擇。但你都可以選擇唔去焦慮㗎，就係去接納你可能會